有智慧，讲台语，提百万。好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的新家奖金摕来行。哎呦，用心的哦！赞！好，来第二组的来宾，是欢迎阮的万家。走啊 ！We are number one。好，We are number one啦，两队拢是。好，来上擂台。请。这里。找来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介绍咱的迄个队长啦一年无来哦。哦嘿，咱的队长啦，是。主席。哦，照顾无来啊，照顾无来。是啊大家好，我是苏主席。而且主席进前是几年前来？两年前吧2年前，啊这样2年前，甲即嘛是光景是无共啊。对啊是安，怎即摆已经办过好等因啦。嘿呀，结婚啊啦，哎呀家里找阮翁来嘿呀，啦。顶抓来是查某囡仔，即嘛毋是啊，即嘛是人的太太啊，哦，是家里有家己的先生带来哦。哎呦来介绍落去，大家好，我是柯比中，你好口鼻中柯比中，柯比中，嘿我是主席的翁。主席的样，你拄好有比一个，这是这是迄个伊是拍排球排球的国手。国手嘿，哦，怪这管哦。对，八九有无？有拄啊好，拄啊好八九哎呦，欢迎你嘞，美中。好，美中边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李，我是运动风好玩。风雨丸就是运动的时阵甲保护啦，甲抓铃啦，看到伊是我脚丢筋无，伊家来刺的。是哦啊，我遮若受伤，伊过来悄悄的，啊，看卖都有受伤啊。所以伊的身体你足了解咯。拢做了解。哦，拢崩溃的。每一样爱配一个啊，是讲你要服务全部的。拢有像网球、网球，这个就是个人的运动，伊个是一个配一个。啊，像篮球、排球，这个是一个团队有2、3个，所以一个可能有对5个选手、7个选手啊。哎呦，你嘛真无赢呢。身体拢爱足了解，身躯拢爱足了解。欢迎你嘞，小李。好来，小李边嘞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小猪贼。小猪贼，小猪贼，小猪贼，嘿，小猪贼，小猪贼。刚才在我被乱恭维。真的听起来小贼，小贼，小贼，是咱主贼甲咱主神是迄落以前同齐跳舞的，从细汉跳到大汉，差不多20几年。好，欢迎恁，欢迎啊，希望恁今日100万。 先甲初赛提起来哦。对。好，来换咱这边。是啊，咱这边是拄啊结婚无偌久啦，是无唔对。我这边结婚较久啊。几档啊10档啊，10档啊，已经未上啊。是，咱的嘿，超过7年啊。哎，倒啊！我是林东啦，唔是啦，林道万啦。我嘛真久无来啊。对。是。啊，即马我唔那是咧做演艺界，啊，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就是咧做买卖厝的中人啦。对，我即马做1年啊，我已经卖10斤啊哦。好厉害咧！受不了厉害了。好，来，今日有带伊太太呢。好，来介绍你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静香，是叶某。嘿，啊，我平常时嘛有咧上节目，啊，即摆嘛甲伊共款，拢伫卖厝，卖厝的中人。嘿，啊，我即摆做3个月，已经卖3斤啊。哦哟，做一斤的感觉呢。真厉害咧！起码厝无好卖呢。真正无好卖，但是我算不了厉害啦。是啦，咱诚心去介绍好的厝，吼，人用诚心去做代志就好啊。嘿，好，欢迎咯。好，来，介绍你去。大家好，我叫明川，我是导演的朋友。哦，我是嘛是咧拍电影的。哦，特技的我挺好来嘅。哦，特技的。对，你啊高练啊，还是讲开车迄种的，要甩尾迄种的。好，欢迎你的明川。来，介绍你去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简单，啊，我是台湾甲静香的朋友，啊，我嘛是咧做卖厝的中人，嘿，我嘛平常时嘛是有拍广告嘛，拍戏，安尼斜杠青年呐。因为咱以前咱对迄落卖厝的，咱会感觉拢足严肃的，会卖了款足开朗的。笑头笑面啊！啊，安尼就对啊，安尼就对啊，厝足好卖。好，就像咱老师嘛是安尼，笑头笑面，足开朗的安尼。啊，讲话足温柔的。无唔对，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来林淑琪林老师，捧场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琪。
会晓讲台语，互你知天文，捌地理，知识丰富，无得比哦。起码哦，100万，有100万，你来先去想哦，100万咱摕到咱要创啥？阮真正有传，伫遮请看。啊，毋过哦，较想呀，无简单是安那，你要拼3关。是。嘿，来规则。咱即季吼，拢总就是有。今仔日就是初赛，初赛赢先摕1摆奖金，过来复赛过来，若搁赢，搁摕1摆奖金。啊，总决赛若赢，就是摕这个100万咯。过3关啊！过3关啊！飞机哦，就通看爱看阮3届啦，你就通摕到这100万。无错无错。好来100万哦！加油哦！来哦！好来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花大饼，好，台语新词大调查，什么会叫做大调查咧？啊，大调查就是吼，阮会去问超过300个人，看卖吼，因对这种新的物件讲法是以倒一种较多，啊倒一种较少。无毋对，所以讲阮2个等下讲的答案有2个嘛，吼，我加上的，阮2个答案拢是真的。嘿，好来，啊分数安怎算？咱拢总有3题，恁若拢摇到，就是6000哦。哦，来先甲6000摕起来哦。好，来我要出题哦，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达人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达人。来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朴树朴。哎呦，啥啦讲到达人哦，真济嘛。我伪装真牛，彩妆师我就是达人，对不？啊，我是修理车真牛，我嘛是达人啊。是牛的拢互讲达人。啊，若是你台语来讲，就是讲，朴树。咱若讲到朴树，是不是？上牛的就是朴树嘛，对。啊，若搁加一个朴起哩，搁较厉害，搁较厉害。老师的老师起哩啊啦，所以我的答案是朴树朴。是啊，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呢，简单，都是 Pro 的。为什么？达人就是英语的 PRO。哦 ，Pro。嘿，啊，咱就是因为日语有甲咱迄个文化的交流过，所以叫做 Pro。职业的 Pro 的，所以来换恁选啊哦，来2队，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大家咱拢讲啊 Pro， 敢若较。拢选我系哦。系啊，因为真正较侪人伫讲 Pro 的，啊，朴树朴吼，应该是讲。我嘛唔知，我捌听过老一辈人伫讲哦，讲老的爱你朴树朴。后来我问者，问阮美中的甲主持人领导，感觉朴树朴这个名词，敢若是较我读册迄边的。哦，若是阮修理车啊，若是开车啥物，阮拢讲 Pro 较济。我是安尼感觉啦。英法无共。正休这边，我是感觉哦，朴树朴一个 bug 啦。啊，今日哦，今日你若是拄到一个达人，啊，你要安怎讲？朴树朴。达人啊，朴，还是要朴到什么时阵？朴未完呢，朴未完啊！安尼嘛对哦。好来，咱名川搁一边呢。阮是感觉讲，因为伊个朴树朴这应该年代较久的人咧讲的。啊，即马现代像我家己咧做第二个，阮就算 Pro 的啊。是朴树朴还是 Pro 咧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朴树朴。达人就是伫某一个领域真专业的人嘛，吼。好啊，其实这2种讲法拢有人讲啦，吼。好啊，迄个这个你看朴树，伊是伫一个领域足学问的人嘛。啊，这朴树朴是啊啦，比朴树更较朴呢。
吼，所以表示安那伊真专业。啊，若有啥物有这方面问题，大家拢爱甲请教嘛，吼。所以迄个这两个算出来结果，这普罗的是40.4%，啊，咱的朴素朴有59.6%。啊哈哈哈！拢我便宜啊，无说我便宜啊。我紧，两边拢白手。我唔知我讲啊真好咧。赞啊，阿姊，你是三金的研讨咧。係啊，普罗的。好，来第二题啊。加油哦！来，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奢侈品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奢侈品是，比如这边是良商物件。哦，良商的物件，就是讲哦，咱有剩的钱，摕来去买这个物件。哦。啊，对啊，我就是有影有钱嘛，有钱嘛，无得开嘛。嘿啊，我边仔佫较侪钱，你安怎？我就摕去买个物件。蒙买。嘿啊，啊，奢侈品就是人会讲奢侈，你会感觉讲，哎，就是迄字听起来就无讲介好听。对。嘿，就是良商的物件啦。对啦。嘿，我有剩的钱去买啦。对啊，我就是有钱买。无唔对啦，好啦，啊，另外你啊啦。那我这边吼，我认为叫做讨债米。你佫较用？哈？为什么？你真正同安直接甲尖落安甲拄落去啊？因为就是迄个物件无必要的嘛。嘿啊。但是你佫开钱去甲买。伊唔是一定需要的，无唔对。譬如讲你已经有迄个真好一双鞋啊，你只不过因为啊佫有加的钱，看到迄足贵啊，嘛甲买起来，就甲买起来。啊，毋过平常时啊，咱就无法度穿。所以讲真买真济啊，嘿，老妈妈爸爸拢会讲啊，无你是亚工哦。对啊。啊，你有较济卡。人个讨债米啊，真好。哎，我讲你的嘛是真有道理哦，到底是我的良商物件，啊是我的讨债米。好，来，咱两队请选对哦。无好选的，我感觉。莫讲哄骗哦。简单就好。对。好，来。对。哎呦。哦。美中啊，美中讲一个话。美秀就迄个。良商。良商节迄个。较有道理。较有道理啊。是。迄个阿兄的，我感觉是就是。还是我来讲好啊，我来讲，伊有淡薄仔困难啦。哦，不要紧，讲了真好呢，勇敢讲就好。因为外口有人咧安尼。哦，讲较紧的，讲较紧的，良商物件，敢若是较无遐负面的名词啦。讨债米较亲像咧骂人。嘿，因为。对有钱人来讲，迄嘛毋是啥物负面，对啊，迄毋是啥物钱，迄毋是嘛啥物讨小的物件，是，对。好，来换咱这边的简单。简单。就是讲，因为我跟我阿妈咧讲台语嘛，啊，伊细汉时阵若是买一个物件贵匆匆，伊就讲啊，你足讨债的物啊，啊，伊就安尼讲，所以我想讲，若是讲大家较正咧讲的，应该会是讨债，因为两个拢对，爱选一个较侪人会熟悉的迄个词，我是安尼想的啦。是，好来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讨债米。好啊，所以迄个咱台宾拄则的思考嘛，真好，就讲讨债这种讲法，大家较接听到，哈。啊，迄个良商较毋捌听到，哈，所以这良商米啊，哦，他38.9%的人选尔，啊，这讨债米哇，61%的人，61.1%的人选。人讲，嘿，所以可能含这个语言你有接听到无有关系。好，来第三题来啊！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先咱个是一个爱心哦，加油！好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旋转木马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旋转木马。是。嘿，美术这边是蛇玲珑马。哎呦，是安怎咧？旋转就是叫做蛇玲珑嘛。蛇玲珑。嘿，蛇玲珑啊，咱捌去看过。这是不是拢一直蛇玲珑？有影。吼，一直蛇玲珑，伊无可能行直线嘛。无可能。所以讲我简单就是，我会讲的就是蛇玲珑马。啊，阿雄，我这边叫做圆箍马啊。哦，蛇玲珑甲圆箍啊。玲珑就是圆箍啊。哦，伊就是一直放在这圆箍啊内底，一直蛇，一直蛇，所以就是圆箍马啊。哦，来哦，斟酌选择男仔风险，紧来甲分开哦。加油哦！哈，好来，咱两边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边。小丽，你捌听过无？
你捌坐过无？我细汉，大家拢捌坐过啦。伫厝里咧洗衣空啊，阿嬷来甲你讲，你买在洗玲珑，啊所以我感觉对对到迄个洗衣空啊，这个代志就是洗玲珑，所以洗洗玲玲珑珑买。我呢，我是感觉是因为玲珑敢若是原地转，但是洗衣裤才是大的范围，大玲珑就是一个位啊尔，衣裤就是一个范围内的。对，一个范围。哎，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呢。对啊，吼，这种思考嘛是袂歹。是，后来面穿，你的甩尾有咧洗玲珑无？啊，我有定洗衣裤洗到头。谁要讲？洗到谁要讲？对啊，因为伊是一个裤啊嘛，所以讲伊这玲珑，洗应该是安尼无唔对啦。应该是裤啊，你的裤啊，嘿啦。好，到底是玲珑还是我的裤啊咧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洗玲珑买。因为伊会安尼洗圆裤啊，所以有人讲圆裤买啊，这是一种讲法啦吼。啊，其实拄则迄个咱即对伊讲到的迄无，人绕圈子，咱第讲啥？洗玲珑，洗玲珑，所以洗玲珑这个词较捌听过，所以就讲洗玲珑买。有69派的人选的咧，啊31派的人讲圆裤买啊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看分数啊哦，看阮的主席，即毛有2000。啊来，咱的阮的咧，哦，袂歹，毛1000哦。嘛袂歹哦。起来，第2位啊 ，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嘿，等下有影片哦，恁看。哦，迄个真正是过去哦。真正是过去。哦，伊是一个相片，啊，毋过伊会变得叮当。嘿，用 AI。爱看倒位咧？哦，有当时啊，有可能是古早人的生活，比如讲落田呐，比如讲伊咧做庙会啦，还是讲有可能是街仔路啦，是咧建筑车头，无一定。嘿。是啊，分数咧。哦，咱这回合拢中4题，一题3000，你若拢摕起来就是12000哦。记得哦，咱12000，咱即摆1000哦。对啊。啊，塔起哩哦。阿姊，这是咱有史以来第一关结束分数上低2队。好，来第1题啊哦。来哦。上个先提示哦。好，来上个咱先提示。刷落来要带恁来看的是爱河的比赛。爱河什么比赛咧？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。一直比落，一直比落。哇！哇！5日节的时阵所举办的爱河顶悬的一种比赛，你会使讲出来这个比赛是什么比赛吗？哦哟哟哟！对啊！哦哟，冲落去啊！主席就是惊熊尔啦。1971年高雄端午的活动，爱河咧办的比赛是什么咧？刷落来要带恁来看的是爱河的比赛。爱河什么比赛咧？来，咱先看影片。一直比落，一直比落。哇！好来，请出题。咱头先看到的是1971年高雄5日节的时阵所举办的爱河顶悬的一种比赛，你会使讲出来这个比赛是什么比赛吗？哦，是什么比赛哦？好，咱请手答。哦哟，对啊！哦哟，冲落去啊！主席就是惊熊尔啦。林准要派去啊！白林准。哦，确定。白林准，老师白林准对唔对？好，高。有啊啦，有分数啦，来加落去。恭喜你到3000咯！好，来，这张相片是1971年咱高雄市的5日节时阵吼，伫爱河办的这个白林准的比赛，啊，总共几队人参加呢？56队哦。这是高雄市办的白林准比赛有史以来场面上大的比赛。
即马这换完了就换恁啦哦。是是是好，来第二位啊哦，来咱今日换人。真诶压力大，放轻松去看就好啊。只是有诶真正有影咱唔捌看过。对吼啊，知影安那这是啥，毋过袂晓讲。嘿啊，咱就放轻松就好。美中你拄仔知影，迄是叫做白龙珠吗？你知影？你捌爬过无？玫瑰哦，哦，你倒位？打 K，打打 K。哦，阿姊哦，遐，真正。迄叫乌龙村哦，迄村民办的。我有去讲过歌。嘿啊，我较矮嘛，爬袂着，你知无？哦，安尼只好，我弄落去，我只好讲过。好，等一下要看，我无一定是啊，嘿哦，对。好，来，咱请提示。是，刷来要带恁来看是伫咧野外办的团体活动。野外办的团体活动哦。没错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哦，我知啊。哦，哦，这应该看落就知影是啥，什么活动啦？对啦，哦，对闹去就知影。是是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阿贵啦。哦，来，请回答，来，请回答。啊，我感觉，阿姊，这两个小姊要出题啦。啊，好，来，手放好哦，请手答，得吹哦。对。好，来，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花莲。出题。咱这是吼民国50年伫咧花莲鲤鱼潭办的一个活动，你敢知影这种活动叫什么咧？叫什么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哎，这边哦。对。哎呦，美中果然是国手啊，系啊，真正，国手。紧的。紧好，来，美中讲者，你的答案是啥？录影，录影是咱今嘛伫做。不是迄音。外口迄个录影，录影，录影，好，来，小姐哦，大声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录影。来，录影老师。恭喜！安尼有录影录到规堆的人拢咧，安尼。好两万呢。好，来分数甲加落去。就已经3000咯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来，录影是咱即摆做的代志，露营啊，咱要去外口露营，嘛是露营，啊，毋过咧读做录影。哦，你有看拄则大家一直安尼有无？好，来，咱伫相片看到的是民国50年6月25，咱的花莲有一间国校啊，叫做明义国校。因的老师去这个花莲寿丰遐有一个啥鲤鱼潭，遐办的啥露营，所以咱伫影片内底有看到真侪啥天道有无？是，所以这活动露营，来，会记哩哦，安那念？录影，你若讲唔对，阮再同齐落来啊，会记哩哦，吼，录影，嘿，啊静香，系啊，不要紧，咱这边爱搁加油哦，上无2题甲摕起来哦，好，搁有后2题哦，好来，咱今日活动。好来，咱即摆已经真烧过啊，即摆上真烧了，咱的分数3000，好不好？3000哦，好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刷来要甲恁带来看的是咱台湾中部上大鱼蟹中心。哦，鱼蟹哦，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，伊顶有写哩哦，台中。啥位？哦，字高大字啊。台中啥？台中市什么，吼，小看一下哦。哇，以前真正有弄这种字啊哦。对啊。哦。
我要出题哦，来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这个所在，伊逐工敢若鱼货都有50栋。哦。嘿，伊是咱中部上大的大卖市场，请问伊这是倒位？哦，这是倒位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明川啊，叫明川啊。啊，来啊，川哥。加油。台中港。台中港。我感觉伤济字啊。哦，差不多啊，伤济字啊。哎，差不多有甲你比哦，迄顶悬有写吼。台中市渔港。伤济字啊！愈讲愈济字。应该较济字的啦，免较济字啦。但是相片内底拢有啊，写出差不多2字唔是6字，无要紧，头先讲6字要紧。台中渔港。无讲啊！台中啊！你讲咩？无讲诶，喺台中港。台中鱼市场。哦，来老师，台中鱼市场对唔对？好，恭喜！你哋要太稳了，你就3000咯。好来，其实2张相片拢有写6字，叫做台中市鱼市场。是。好，啊那直接翻讲鱼市场啦，啊毋过咱其实台语拢较口语的讲鱼仔市啦。好，这台中鱼仔市是伫咱台中南屯，还有一个宽中路遐，伊是台湾第2大，啊毋过是中部上界大的鱼货中心。啊，这个市啊是做大卖，吼，伊逐工的鱼货哦是50栋，哎，交易的金额哦700万遐济，吼，啊，这张相片是咱民国51年第2届的这鱼面节，直接有举办一个啥煮食啦，就是煮料理的比赛，啊，有真侪出名的餐厅拢有派人来参加，不要紧，咱搁有后一位哦。是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上下要提示哦。是。好，来听好哦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接下来要带恁来看的是公下来漂亮的好所在。来，先看影片。哦，人叉叉叉。哇！真好看哦。哇，起甲真水呢。水。搁台中哦。嘿啊，有成哦。哇，以前安真水呢。对啊。吼。搁有荷花、莲花、啥花拢有。啊，搁有迄桥安尼，通好行过。是，啊内面搁有饲鱼啊，搁有饲龟，嘛有。赞。是，即马即种公园敢拢无啊。即马内底大部分水池啊拢收起来，拢是草仔埔。电脑我捌看过人吼，迄个拜6礼拜，伊就摕天道去倒遐。啊，以前遐吼老伙仔拢会伫遐行棋。有影。吼，无唱歌有行棋，开讲。是好，这3马所在咧吼。我要出题哦，手铿哦，请手答答水哦。啊袂啊袂。因为你讲到请手答答。这我无答。这你啊好话，请手答。你看，袂使讲着啊！袂当讲着，我等下要安怎讲？你要签好啦，出题。好，来，手铿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今日去倒位，咱请出题。是，恁头拄看到的是台中的中正公园。嘿，啊伊内底吼有一个漂亮的好所在，一直出现，迄厝顶吼搁尖尖。你敢知影？这个尖尖这个所在叫什么呢？哦，叫什么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简单。哦，来，简单。凉亭，纳凉的亭啊，凉亭。来，大声讲啊，老师听，你的答案是凉亭。哦，高哦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台中的中正公园是伫台中市的北区，这是伫民国66年起的。真侪老台中人拢捌去遐耍过，捌去遐散步过，吼。啊，伫咱相片看到是公园内会当互咱漂亮的啥凉亭嘛。是。啊，凉亭的台语怎讲？有的人直接翻讲凉亭。凉亭。啊，嘛有人讲亭啊，啊嘛有人讲凉亭啊，拢会使。嘿，凉亭啊，听着较亲切。是。凉亭啊。凉亭啊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
来看两队的分数啊，好有举起来就好啊。嘿嘿嘿，来看咱的新，新队即马8000，嘿，啊，咱来阮的。阮队有7000。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哦，来，哦，问号8提示，没错。哦，这是啥的上？好，问号代表是后壁无共款的奖金，奖金上少1000、3000，上济12000、15000拢有哇！哦。好，来8提示，咱念一个。好来，落水溪、落水鸡、面、春手、运动员、酒精、荷兰影响、独鬼、舞团。咱这哦有2个提示，就是有一条救命的机会。没错嘿，咱这拢通啊参详，吼，只要有一题啦。敢若有一题尔，通啊救人哦，救人哦嘿，通啊替咱的队长，啊，咱的队友才通啊讲话，没错啊，其他咱队友拢袂当讲话哦，是吼。啊，若个另外一个提示就是讲，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咱会当先选，嘿，这有好无歹是安那，无定着你先选的就是15000， 15000个算起来。吼，先甲提起来哦。好，好，来，咱即马是倒弯对不对？倒弯我们对我来来，你选者你要选啥？我要选，我看起来较爱食啦，我就选面好啊。面哦，面哦，腰啊哦。嘿，你腰好，来，咱来看者面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袂歹袂歹袂歹呢，先哦。嗯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华语咧讲的面疙瘩，会用台语来讲，会使讲伊是面糊还是面糕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面疙瘩，面糕，啊，你试了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面糕，好，面糕对唔对？嘿，来分数，奖励你了5000咯。哇，来，好来，华语讲的这面疙瘩，台语逐所在讲的无啥共啦吼。有人讲这面糕，啊嘛有人讲啥？面粿啦，面粿粉粿啊啦。嘿你阮细汉的时拢家己安那倒一寡面粉啊，啊拿一寡水拿来，啊家己安那煮这个面粉粿啊吼。啊这面菇，伊是面粉做的啥？红菇对哦。啊一般是用的啥？足寿的哦，所以嘛有人讲是寿菇哦，所以这条的答案是面糕。面糕。好，谢谢谢老老师师。哎，拄啊好，伊会做食，所以对啊讲伊较知影这种答案。对是，好来换你啊哦主。持加油那安尼我要选运动员。运动员哦，嗯好来，咱来看者运动员的奖金有偌济？哦运动员有12000哦，加油哦，加油一定要摕起来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会当参加奥运是运动员的目标？你敢知影台湾目前参加上济摆奥运的运动员是什么人呢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有一条命会当换救人，救人哦！一起嘞！好来，这条命用完就无啊哦。要紧，好来这救人哦。救人哦，是啥人？棒球的庄智渊，哦，乒乓的啊，乒乓的乒乓的，拍乒乓。庄智渊，庄智渊。来，台语边安怎讲？哇，曾曾纪湾，地，哦，它应该是智两地。智慧的智，智慧啊，地位。地湾，曾地湾，湾是湾还是 N？好来，曾地恩。哦，好来，咱来看者。袂歹。曾地恩对唔对？来，万里，恭喜你了，12000哦！咱台湾拍乒乓1.1的，哈，是这个曾地嫣伊2004年就参加这啥雅典奥运啦，哈，一直参加到啥2024年的巴黎奥运，哇，为23岁。啊，迄个参加到43岁，20档的青春拢伫遮啦，哈，连续参加6届的这奥运，是咱台湾目前参加上济届的这个运动员，嘛是台湾有史以来的
第一个。好，谢谢老谢谢老师师，真正了不起。这运动精神赞赞赞，好，好来换你哦，我好，我要选，可能你爱食的分数较少对啊，我看酒精都唔通啊，贵啊，大贵啊，大贵哦，独贵哦。好来，咱来看者独贵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一般呢？哦，厉害哦真哇，你表真好看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，什么水较毒鬼？是咧讲经过这个节开了后，天气就会反寒，伊是酸降还是白露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通我救人哦。你若家己知影讲不要紧哦。答案是真港牛吧？霜降牛肉啊，酸降牛啊。无啦，因为刚刚这个你刚刚较有听过啦。较有听对，白咯，系啊。哦，酸降牛啊，有影。什么水较毒鬼？是讲天气会反寒，是酸降还是白露咧？请问俗语伫咧讲，什么水较毒鬼？是咧讲经过这个节开了后，天气就会反寒，伊是酸降还是白露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嘛通我救人哦。你若家己知影讲不要紧哦。答案是酸港，酸港，为什么是酸降？因为是酸港牛吧？我讲你食迄边去啊！霜降牛肉啊，酸降牛啊。无啦，因为刚刚这个你刚刚较有听过啦。对，白咯，系啊。哦，酸降牛啊，酸降有影。好来，所以你的答案是酸港。好来，咱来看者酸港对唔对？是牛吧？啊，不是牛就甲你讲你爱食的袂使。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今仔无菜好来，俗语讲白露秋分暝，啊真暝是赶过一暝呢。是咧讲啥？白露了后，天气开始啦，开始较凉冷啊吼。嘛有一句俗语讲啥？白露水是较毒鬼呢。是咧讲啥？白露了后，啊阴早嘛安那，这个露水较重，所以会较湿，会较冷。所以若要出门哦，爱加啊啦，套一领衫，才袂去寒到，才袂感冒。所以呢，答案是白露。一般讲就安尼飞去啊，本来买个冰盘的呢，是呀。好，不要紧，各有机会。好，来，换你主持。我要选舞团。舞团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舞团的奖金有偌济？3000，袂歹，他起嘛是真好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头一个现代舞蹈的职业舞团是倒一个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现代舞蹈。好，林怀民。伊的什么团？舞团的名是人是对的。云门舞集。云门舞集。哦。好，袂歹。好，来，云门舞集对唔对？舞吧，舞集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，这个云门舞集是台湾头一个现代舞蹈的啥职业舞团，伊是1973年咱的林怀民先生所创办的，啊，创立到后，因的演出哦已经超过1700场啊，哈，会当讲是世界一流的现代舞团。啊，咱的林怀民讲。阮跳的舞是为啥？土地生出来的舞哦，所以啊啦有历史甲土地的这个因素，互人看到啦真亲切，啊个真感动。所以因嘛有几啊摆去对遮，去咱这个天水地水啊人情味高对地上去遐个田哇大舞台去遐跳，互咱台东的乡亲看。所以咱的答案是云门舞集。舞集，要紧北部腔较加的舞集，啊，阮南部
腔较悬的舞集，哎，拢会使。讲个北方分集，迄袂水饺的。喂，我叫英雄啊！这边都想着食的。系啊，厉害厉害，谢谢老师。我哋刚才伊无讲，嘿，无讲啊，无讲水饺啦脑筋电袂过来。北方分集，敢若怪怪，毋是毋我哋刚才是。无讲素还有量。喂，无讲过，无讲过，来，还我呢？阿哥有问过诶，我要选春秋。春秋。春秋，哦，来，来，咱来看下春秋的奖金有偌济？高兴，袂歹。袂歹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春秋拄着壁，你敢知影伊是咧讲代志真简单，还是讲代志到尾路啊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春秋拄着壁。哦，我的答案是代志真简单，因为你安尼就拄着壁，就安尼。哦，敢是？哦，敢是？哎，敢是？你确定哦？救人好啦，我救人。好。哎呀，来啊，救人啦！到老尾啊！啊？但是到落尾啦，代志到落尾，到落尾咁是啥？系啦，到落尾，到落尾，落尾就是已经结束啊。哎呀，对啦。好，你听明川的啦，明川伊真好交倒摆呢。好啦，安尼就答案是代志到落尾。好，来，咱听看一了，代志到落尾，对唔对？哎呀，好你讲的，来，我哋刚才我救人，恭喜这个高清咯！其实咧文字可能恁看不啥会清楚吼，是代志到尾路，尾路尾，系。来，这个春手拄着壁，是咧讲啥？你手一伸出去有无？啊，要请甲你安那斗3工，啊，就去安那碰壁啦，哦，就咱讲的拄着壁，啊，互人安那甲你拒绝，表示啊，你搁较安怎拍拼，啊嘛无人安那要插你，啊，袂输咱啊。有手伸无路，啊！你有脚是安那行无步有无？哦，这就是华语讲啥？穷途末路。哦，咱台语会当讲安那，代志到尾路安那变无步啊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嘿，真趣味吼。司机啊，嘿，拢有迄个画面。来换你哦。酒精，酒精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酒精的奖金有偌济？叫你卖啉酒，啉酒介好啦，爱酒啊，酒介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米酒头啊，甲米酒倒一个酒精的浓度较悬，使用的时阵爱细腻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哦。米酒甲米酒头啊，米酒头啊，来，米酒头啊，米酒头啊。好，来，米酒头啊，对唔对？来，分数，嘿，我哋啉米酒加的。米酒头啊，甲米酒拢是用米的去结的，啊，这米酒是甲咱的纯米吹好色，啊，互伊发酵，就是发酵啦，哈，啊，它就去结的。一般的浓度拢袂超过20%，吼，啊，米酒头啊是摕米酒哦，甲落去结。就是甲甲蒸馏过，吼，啊，咱是处于头前遐，就是酒头的部分，所以遐是啥？咱的酒精上高，浓度上悬的，所以它叫做米酒头啊，吼，所以咱啊，迄个若咧啉的时，啊，唔系使用的时阵就较细致的，吼。老师平常对啊对啊，一般是可以去浸迄个药酒啦，是，浸药材的做药酒的。好，来换你哦。我要选大水溪。哎，是大水溪。落水溪，我要选落水溪。好，落水溪，哦，即马存偌济奖金？存迄个12000有哦。15000的，15000，甲一个7000的款。哎呦，真正哦，落水溪哦。好，来看者落水溪奖金有偌济？哎呀，7000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。请问落水溪是台湾上长的河，伊流过县市有彰化、云林、南投，搁有倒位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你来看彰化、云林、南投。彰化、云林、南投差不多安尼。哎，来，搁有倒位？台中。哦，台中，敢若是台中。
系啊，袂歹可能应该是台中。对对，差不多。好来，台中对唔对？哎呀！落水溪是台湾上长的河，有186.6公里遐长。伊的发源地是啥？中央山脉，中央山脉啦吼。爱流过关市哦，有咱地部的啥？彰化、云林、南投，搁有咱的台湾、嘉义。所以总共流过4个关区，21个乡镇。安尼大家就知道是嘉义啦，嘉义啦。好，来，就困难。最后一个哦。万五呀。好，来，咱来看，这是荷兰影响。来，咱来看一下荷兰影响的奖金有偌济？5万五。来，81个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荷兰人影响台湾足深的，咱即摆讲的荷兰豆，其实就是四季豆、豌豆、四季豆、豌豆，还是毛豆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你应该选这题是食的呢。对啊。但是选食拢唔对啊。来，我的答案是四季豆。四季豆。叶边啊，豌豆。豌豆。每个人拢咧笑。伊后壁毛豆。因老卡。多一个豆。四季豆。四季。你确定吗？叶边啊，豌豆。豌豆。较紧的啦，到底咪就选多一个？豌豆啦，豌豆。好来，豌豆对唔对？来，万五。终于得到万五咯！厉害！17世纪荷兰人统治台湾38冬，对台湾的影响真深啦吼。因捌引进一种豆啊，就是咱拄则讲的华语叫啥？豌豆。因为是荷兰人引入台湾的，所以就互人叫做啥？荷兰豆。吼，因为啦，哪讲哪走音啦，本来是荷兰豆，就有人开始讲啥，什么花莲豆啦、荷兰豆啦，吼，等等无共的讲法，吼，所以咱这条的答案是豌豆。哇，真牛哦，1,500对啊！好，来先看分数，来看咱的主队。即嘛有39000。厉害！嘿，那咱的阮队咧，袂歹，嘛有21000好，今日咱的1秒3000斤。1秒3000斤。看图有俗语。来，等下就是有一个图，互恁看，嘿，俗语就伫内底，就是迄图内底。吼，伊袂叮当，毋过伊甲你讲的意思是啥话？嘿，内面可能有5字、6字、7字，拢是咱的俗语哦。图内底拢有写出来，是，好来，咱即摆奖金偌济？即摆39000块。39000块就是39秒。39秒无够呢。哎呀，搁提30秒变69秒好，所以讲咱就爱较紧的，因为敢若3题尔哦，手较紧的就他甲这奖金摕倒转去哦。这甲100万无关系哦。另外领的哦。好，来3题，第一题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看。来，10个哦。什么？细汉头挽布。嘿，歌手真正有影伫遮。5个呢？食西瓜，树啊。拢总39000块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转去咧？敢若3题尔，手较紧的就他甲这奖金摕倒转去哦。这甲100万无关系哦。另外领的哦。好，来3题，第一题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5个呢？食西瓜，树啊。西瓜挖大饼。正确。你为什么想会着挖大饼？较大丛的树啊，迄细粒树啊。啊，伊这粒西瓜伊挖较大片的树啊遐啦。你嘛看会出来，袂歹。有地位，真正有要来看63年。够63秒。再用这几秒呢？用无够。用6秒，对。好，来，袂歹，西瓜挖大饼。正确。好，来，搁做另外一个哦，第2题哦。
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哦，你，讲。干做这？红水乌大班。哦，正确。哎呦，歌手真正有影伫遮，红水乌大班。来，咱就要看一秒。哦，57秒啦！哎呦，哎，爱准备领钱哦。哈，提款卡摕出来哈。好，来第三题哦。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请看。来，10个字哦。什么？细汉头班布，细汉头班布，大汉头看牛。哦，正确哦。收班啦，1秒换1000呢。哎呦，细汉头班布，大汉头看牛。哎呦，10个字安尼他真正即马。我咧想应该伊细有偷过，无来。来，咱看一下秒数。哦，47秒啦。哎，47秒，所以讲咱的奖金有39000块。来，咱即马今日去颁奖。哎，来颁奖，39000块。来，个谁奖牌呢？哎呦！哎，这就是咱台语的精神啦。其实主持人啊，其实不哩搞讲，啊有诶可能唔知影。啊，不过我甲你讲，就是一定爱家己讲出来。是啦。你甲知影讲安怎讲？无错，勇敢一直讲就对啊。对，结婚才1年对吧？对吧？这真正。娶某前生囝后，我咧想应该要生啊。对，我来。美中啊，有欢喜无？美中啊？就欢喜。哦，有影欢喜哦。好，等下好，转下好，我甲一下，啊，摕这39000去食食。好，食嘿，无对，啊那这边的不要紧。不要紧。明川啊，咱再过来。没问题。来，咱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哎，感谢咱林淑琪林老师辛苦咯。专家有智慧，斗阵讲台语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。再会。谢谢。这个报名，谢谢。辛苦。谢谢。对，辛苦，这个来。谢谢。厉害呢，你也会快。谢谢。没给你。老师谢谢。